係表演題。哇！ 大家好，我係魚蛋，我係花之丸。上一集就介紹咗我哋由香港飛到大邱，再喺大邱玩盡咗幾乎一整日嘅點滴，包括咗參觀由傳統韓屋改建嘅 Starbucks 啦，超出片，好打卡得嚟，飲品食物都好唔錯啊！跟住行去韓藥博物館試着下韓服同浸腳，舒緩下疲勞，再去埋大邱標誌性嘅景點，亦都去咗掃街食下當地嘅特色小食。仲有免費玩埋當地嘅唯一動物園，再同好靚嘅藝術展品影相。美食方面，大邱出名嘅烤大腸可以話係必食，宵夜更加會有炸雞界嘅 Prada 去收尾。未睇嘅話，記得一陣要睇翻第一集嘅大邱篇啊！至於今集精彩嘅內容係會有我哋居然登上咗屍殺列車啊，唔係坐上高鐵列車由大邱殺去釜山啫。搭車嘅注意事項同埋落地釜山第一樣必做嘅換領釜山 pass， 今集會清清楚楚講明白。之後就正式開始釜山嘅行程啦，包括會試下呢個特級嘅韓牛，超好食得嚟，仲有表演添啊！跟住食埋個雪糕甜品，超滿足。食飽飽同大家行下樂天超市掃下貨，中間加插埋教你免費寄存攻略，再開箱埋一個睇日落同埋觀景都一流嘅位置。咁多精彩內容，俾個讚好訂閱我哋一啲都唔過分啦！搞掂就一齊起程釜山篇啦！好啦 ，Day 2我哋就由食完早餐，準備離開大邱講起啦。call 車嚟到東大邱站呢度，準備搭高鐵去釜山。呢度再三提一次，大家係東大邱站先係近市區嘅，絕對唔好搞錯咗大邱站啊！買飛方面，我哋喺上一日預先就上網買咗飛，除咗確保都有位之外，仲慳咗即場排隊買飛嘅時間。連結我哋會放翻喺資訊欄。再簡約咁樣介紹下韓國嘅高鐵，主要就分咗 KTX 同埋 SRT。KTX 略貴少少，費用係17,100韓幣，優點係班次密。SRT 費用係15,400韓幣，平少少之外，列車嘅座位都會較為寬闊。兩班車嘅行車時間都係40至50分鐘左右。我哋今次搭嘅呢就 SRT 啦，大概早15分鐘嚟到東大邱高鐵站，睇翻所屬嘅列車上車月台。跟住指示牌，自己落去月台等車就可以噶啦。係咪發現中間完全冇過閘或者係檢查行李或者證件嘅環節呢？所以可唔可以唔買飛就直接搭霸王車？我哋呢啲奉公守法嘅就唔會試啦。而且上車仲有可能遇到隨機抽樣嘅驗票員噶。我哋呢班車就 delay 咗10分鐘左右，之後就根據預先編好咗嘅車卡同埋座位上車就可以噶啦。車廂好闊咯，行李可以擺前面，座位非常鬆動啊！底下仲有插蘇位可以叉電，之後就輕輕鬆鬆50分鐘就嚟到釜山啦。同架列車打張卡就正式開始釜山嘅行程啦。不過入到嚟釜山高鐵站嘅大堂入邊呢，有個重中之重嘅任務要做咗先，大家就可以認一認大堂中間嘅呢個圓形 counter， 其實就係換釜山 pass 嘅地方啦。釜山 pass 重點必玩嘅項目，我哋下集會詳盡咁介紹。而家我哋就會先喺釜山高鐵站呢度換領咗個實體卡先，可以當交通卡或者係八達通嘅概念，喺度交翻購買嘅憑證同埋護照就可以噶啦。需要注意嘅係咧，釜山 pass 嘅項目係包咗一日任搭呢度嘅觀光巴士，但係如果要換觀光巴士飛，釜山 pass 亦都代表即時啟用咗噶啦。所以我哋選擇咗去便利店增值落 pass 嗰度，當張八達通咁樣坐地鐵去下一站就算啦。咁樣係唔會當成啟用咗釜山 pass 嘅。實體嘅釜山 pass 可以當韓國交通卡 T-Money、Cash B 等等去用，就算出咗釜山，喺大邱啊、首爾等地都可以用噶。所以換咗張實體卡，又可以慳咗20幾蚊當 T-Money 卡嘅費用啦。只係幾分鐘，3個地鐵站嘅距離就嚟到南浦站，都幾欣賞韓國地鐵站大多接駁住地下嘅商圈，唔受日曬雨淋就可以喺度行下街食下嘢。順便就去買個便利店試下網上教嘅香蕉牛奶 mix 美式咖啡嘅組合先。
只要喺冰櫃買杯大杯裝嘅冰，再加入美式咖啡，再倒埋支香蕉牛奶落去就完成㗎啦。一試之下，味道果然唔差啊！中和咗齋啡嘅苦澀同埋酸味，十足十飲金奶茶咁樣。飲完之後仲有陣香蕉嘅味道 after taste。唉，好景不常，花豬唔信前人嘅經驗，走去玩創新，無啦啦就走去試個士多啤梨味，形成咗個怪味咖啡。所以話前人嘅經驗都係要聽㗎。Oh no！之後就繼續往樂天商場進發啦。最先要做嘅就係寄存咗行李先。樂天百貨呢度嘅 B 一層係會提供免費4小時嘅行李寄存服務嘅。題外話，咁啱入到嚟商場嘅大門就見到呢個每個整點一次嘅噴泉表演，成個過程1-2分鐘左右啦，唔算好好睇。繼續喺 B 一層經過呢個 food court， 再見到間花鋪，轉右就會見到行李寄存㗎啦。大小嘅櫃都有，數量都唔少噃。頭4個鐘係免費嘅，之後就每個鐘1000 won，過程都好簡單，揀選空櫃就輸入密碼就可以㗎啦。17、26寸篋都輕鬆可以放到啊！卸下重擔之後咧，就打車去食 lunch 啦。10分鐘車程，好快就嚟到呢間預先穩定咗要食韓牛嘅餐廳。門面係咁樣嘅，都易認啦。呢度嘅 menu 款式咧好簡單，得個幾款嘅啫。3幾款咧都係韓牛類，每份就100 gram， 其餘嘅幾款係主食類。我哋就按人頭揀咗6份嘅韓牛餐，6個人又分咗2台咁坐，好快一堆嘅小菜就密集式咁樣上台啦，種類好多，擺到成台都係，仲有個蘿蔔湯。等咗陣，主角都登場啦。呢個係3人份，即係300 gram 嘅韓牛，份量唔多，但肉質紋理啊真係非常之靚啊！睇翻介紹，呢度用嘅係1++級別嘅韓牛，亦即係韓牛最高級別嘅存在啊！但韓牛嘅脂肪交集咧就做唔到日本咁高，所以係唔會有入口即溶嘅口感噶。但係相對牛味咧就會比較重啲。32,000韓圜嘅呢個套餐咧係包含咗靚仔歐巴店員代烤嘅服務。如果較實惠嘅咧就可以點29,000 won個款，係同樣嘅肉質，但係就要自食其力啦。啊！明明港男廚藝都唔差，同行嘅所有女士就唔知點解堅持就話要店員代烤嗰個餐，仲異口同聲咁強調唔係為咗睇靚仔歐巴，奇怪啦！明明都冇問你哋原因。點都好啦，成個烹調嘅過程係真係幾賞心悅目嘅。點埋火嘅表演睇到女士們都哇哇聲熱血沸騰啊！我估係因為個火好旺盛啩。煎成1口牛嘅 size 之後，再點火燒焦到大概7成熟左右啦。再夾去旁邊，用剩餘落嚟嘅牛油去煎埋個菇同埋泡菜。真係邊等邊流口水啊！終於都到咗呢個試食環節啦，先食一嚿原味。哇，牛味好濃郁啊！口感雖然冇話和牛咁樣入口即化，但都相當軟嫩啊，肌纖維非常之細膩，超好味啊！再夾埋呢塊鹹鹹地不知名嘅葉，再加埋粒蒜，味道又再翻一番啦。肉嘅嫩，蒜嘅辛，菜嘅爽，洋蔥嘅清甜，芥末嘅提鮮，各施各法，各積其職，每種食材都各有所長啊！唔係蝕水啊！由於一行6人都唔係咩善男信女，個個都係飢餓如猛獸。食完肉即刻再點多個大醬湯撈飯，熱騰騰滿滿大鍋嘅豆腐同埋肉粒再混合埋米飯，超夾超好味啊！辣到唔會太重，恰到好處。臨尾每人一支益力多，幫助下消化，超滿足啊！大家一定要嚟試下。食完韓牛之後，我哋就沿路行返去樂天百貨啦，順便經過行下呢度嘅光復路步行街。呢度左右兩邊滿布商圈，附近仲有個好受遊客愛戴嘅 BIFF 廣場，係南浦洞呢度最旺嘅地帶啊！如果時間鬆動又中意 shopping 嘅朋友，應該都幾啱行呢度。我哋就入咗呢間雪糕店，喺4周圍都有佢嘅分店。
味道選擇好多，價錢都唔貴。成個旅程我哋都幫襯過2次㗎。雪糕嘅味道都幾濃郁嘅，略為偏甜啲啲。行下就返嚟樂天百貨。我哋去旅行有習慣鍾意行下超市，除咗可以買下手信，睇下當地人起居飲食嘅嘢，價錢亦都相宜。呢間嘅樂天 Mart 就啱晒啦，佢仲有埋現場退稅啊，準備本護照就可以即時搞埋。咁樂天百貨行到七七八八之後，就唔記得上埋佢嘅天台啊，有個空中花園，係一個比較少人嚟，但我哋認為都好值得一訪嘅觀景平台嚟嘅。上到嚟天台嘅一刻，十足十喺郵輪甲板望出去嘅 view 啊，10級開揚，可以一覽釜山海港嘅景色。大家夾啱好時間上嚟睇埋個夕陽，都相當浪漫㗎。就下角度亦都可以同釜山塔打返個卡。行去遠啲嗰邊，仲可以睇到2條橋，左邊係釜山大橋，右邊係影島大橋。聽日仲會睇下佢星期6限定嘅斷橋儀式。唔想人逼人嘅話，呢度高炒去睇都唔錯㗎。周圍再影下相，又磨到夠鐘，可以攞返行李 check in 酒店啦。去到西面站呢度，1連幾日都係住呢間 YTD Hotel。西面站呢度係釜山多個景點同埋交通樞紐嘅交匯地嚟㗎，無論係接駁住機場、高鐵，各大嘅景點都極為方便。佢亦都係超旺嘅美食集中地，呢度有豬肉湯飯一條街，而大家至愛嘅味讚和烤肉、釜山 Pass 都有多個參加嘅商戶喺呢度。開箱埋 Room Tour 俾大家參考。老實講，環境就略比一般酒店差少少嘅，但對於我哋嚟講可以接受。空間就適中啦，一樣打開篋，勉強仲有位可以行嘅。各樣嘅梳洗用品、吹風機、夾髮夾、雪櫃仔一應俱全。窗外冇乜標，不過對我哋早出晚歸嘅行程又唔太重要嘅。洗手間反而好闊落啊！馬桶都係自立馬桶，落去2樓亦有自助洗衣室，都幾方便。7點至9點同樣位置啦，有簡單嘅早餐供應。最特別嘅一點係自助形式嘅。係咪想問自助早餐有咩咁特別呢？因為呢度係真正嘅自助啊！酒店只係提供食材，要食嘅話就唔該自己動手自己煮啦。亦都係好簡單嘅啫，只有咖啡機啦、牛奶、果汁、麵包，有多士爐、牛油、雞蛋、火腿同埋粟米片。女士們都一臉嫌棄冇歐巴喎，港男廚師就將就住先啦。前面都講過呢邊好熱鬧㗎，就算到咗夜晚都燈火通明，完全唔愁冇嘢食㗎。除咗豬肉湯飯、烤豬，都仲有啲夜市攤，好受路人歡迎嘅。炸雞店亦都唔缺，我哋就求其行咗一間當地人嘅普通食店，試下佢嘅炸醬麵，都見到海鮮配料，口感幾好，有驚喜啊！另外口痕又點多咗個炸雞，出乎意料都幾好食喎，簡單一餐都好滿意，13000幾步又完結咗釜山嘅1日啦。下集預告，終於都到咗重點要開 pass 嘅日子啦！啟動呢個特種兵前夕，就先食咗間自助烤肉店補充 energy 先。首先就以呢間韓國嘅密室逃脫作為開 pass 嘅第一站，緊接住 Running Man 體驗下跑男嘅感覺。唔好俾佢停啊！攞起支紅外線激光槍私了下平時積落嘅恩怨怨，再登上100樓觀賞下釜山嘅美景。最後走入汗蒸幕，舒緩一下一整日嘅疲勞，勁 relax 勁超啊！記得一定要俾個 like， 撳咗個訂閱，唔係咁好玩嘅行程就會 miss 咗㗎啦。下集釜山行再見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鍾意呢條片記得撳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。
拜拜。